好，来继续来看印度这个国家，甲台湾并无邦交，也毋过伫这个火车事故发生了后，是对咱来表达着哀悼甲慰问。外交部表示感谢。另外，中国甲台湾的邦交国来施加着压力，讲若甲台湾断交，就会提供疫苗。虽然是安尼，台湾也是顺利甲印度生产的疫苗提供予咱伫南美洲的邦交国巴拉圭。不过，另外一方面，这个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推出了后，反应并无介好。这个立委是来请教着外交部长吴钊燮，咱的总统蔡英文是毋是会去回访着帛琉呢？吴钊燮是连讲几若解讲，我毋是总统。中国向台湾施压，若是和台湾断交，得提供疫苗。疫情严重的巴拉圭真欠疫苗，台湾和美国、日本合作，不过提供的却是印度 COVAXIN 疫苗，和大家拢在讨论。中国在南美洲各处在撒他们的疫苗四方会谈的高峰会上面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就是说，这4个主要国家，Quad 这4个主要国家要针对这个疫苗的事情相互来帮忙。台湾和印度在咧外交上敢若有进展。泰鲁格号事故发生了后，印度头一摆对台湾公开慰问，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真重大意义。对这些国际社会上面对我们台湾表达哀悼之意，我们表达感谢之意。那我们也把这些转给我们的国人来了解，这个是我们外交部的责任。不过，台湾和邦交国帛琉这位10个旅游第3团出发，共剩13个人。立委质疑总统蔡英文敢会去帛琉斗3共宣传？总统要回访无啦？有这个计划无啊？咱外交人员、外交部啊。疫情也未收煞，外交部会和相关单位继续检讨，袂让旅游的气氛总失去。